大家好，我是躺平树，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经济参考报记者被打一事也就是2名调查记者采访时遇袭手机被抢，这个也是叫逆反天干呐。经济参考报这本身来头就不小它是国务院下面的一个报纸。那这个被打的记者呢，那名头就更大呀。被袭击的记者叫王文志，8次获得中国新闻奖，是个著名的调查记者这个王文志也可骂是这个中国调查记者里面的比较有名的这么一个记者。他调查的案子报道的案子也非常多。青海省副省长文国栋投案，澳门那个叠马仔周超华6800一案，福彩系统反腐案都是由这个王文志调查报道引发的。还有什么宋林案，就这个记者他不仅是8次获得中国新闻奖更重要的是他调查报道的这个新闻然后被高层批示数不胜数，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记者被揍。11月14号下午，有知情人士爆料，在安徽合兴高铁中铁7局施工现场，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调查记者王文志、陈子龙遭遇袭击，除了记者手机被抢夺外，王文志本人右手受伤。根据现场视频，一名项目负责人面对记者我们可以走吗的质问，这位负责人说我逮到人了，我逮到现场了，我能让你走吗？大家看视频手机也是你扣的是吧？对好，我扣的打人是你打的是吧？你可能是我的工人吧你可能是要走对吧？我不能走吗？我逮到人了，逮到现场了，我会让你走吗？哎呀，不要用这个细节，实际上有可能有点小摩擦。农民工他有些也搞不清楚，他也是对不对？不管是哪里的记者，我们都不能这个被袭击。这个现场工作人员看上去很气愤似乎理由很充分，对吧？我抓到现行了，我能把你放了吗？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呢，这个还要从前几天说起。11月12号这个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刊发了一篇那个调查报道，叫弹性电层一割就开，核心铁路建设材料以次充好的曾安全隐患一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近日，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核心铁路建设现场发现，多家施工单位为节省成本以次充好，违规将3元乙丙橡胶弹性电层偷换为不符合铁路行业标准的再生胶仿制品。是再生胶？它是再生胶的，再生胶它一点好胶没有。记者将从核心铁路施工现场采集的弹性电层送到权威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其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远低于标准。限位凹槽装置是底座板和轨道板的连接体，弹性电层是限位凹槽装置的关键材料之一。业内人士称，其质量直接关系列车高速运行的稳定性。如果使用的弹性电层性能远低于设计要求，就可能埋下安全隐患。记者用正品的3元乙丙弹性电层做切割拉扯实验，明显感觉其回弹性大，变形小，用壁纸刀也很难割开，即使用很大力气割开，也难以将其扯断。谁头上力量扯不断？通过这个视频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核心铁路也就是合肥到山东新沂的这个多家施工单位为了节约成本，依次充好，违规将3元乙丙橡胶弹性电层偷换为不符合铁路行业标准的再生仿制品。那这些仿冒的性能，对吧？仿冒材料它的性能肯定远远低于设计要求，存在安全隐患。而这个核心铁路是由中铁7局承建的。这个中铁7局那也是央企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我公司高度重视媒体关于核心铁路建设材料以次充好的报道，已于第一时间派工作组赶赴现场，目前正全力配合港赣铁路安徽有限公司的调查，如调查发现存在质量问题，绝不姑息，将严肃查处。这个中铁7局他根据这个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以后对外声明，他要把这材料要送去抽样检查，找相关部门，对吧？看是不是合格，要进行调查。然后实际上呢，他是封锁现场，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因为有这个经济参考报有媒体记者去暗访，发现了他们施工现场这些问题。材料以次充好，所以大家动动脑筋就知道了。他对外声明说要严查，绝不姑息，实际上他是加强防范，所以就派
这个保安或者是派这个现场的施工人员严防那些陌生人后来问七问八的，拿着手机到处乱拍的，统统的按这个非法闯入现场涉嫌盗窃材料，危害施工安全，按这个给他逮起来。这是我个人分析的所以这个经济参考报的记者这个王文志他11月14号应该是去回访，也就是他前面调查完之后他看看他到底这个现场有没有整治，有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他再次带着记者去进入更深一层次的更深一步的这个更进一步的调查的时候，正好就遇上了人家这个严防死守，所以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对吧？一个是央企中铁七局，一个是国务院下面的报纸经济参考报，这下中铁七局出名了。事发当地的警方11月14号傍晚，叫安徽定远县警方向极目新闻记者表示，会依法依规对此事进行调查。因为这个事发的现场在核心高铁中铁七局安徽泸州市定远县三河集镇项目部，所以他这个辖区这个派出所叫三河集派出所。这我为这个当地的派出所捏把汗呢。那派出所是地方的最基层的一个单位，这上面是两个神仙在打架，一个是中铁七局，一个是经济参考报，都是国务院下面的。这让我想起了这个西游记里面，对吧？孙悟空每次跟那个有背景的妖怪斗的时候，对吧？每次都要把那个土地神山神给叫出来。这个山神土地神就是管地方的，就相当于基层派出所，他能得罪得了谁呢？每次孙悟空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吓得是惊慌失措战战兢兢，因为两边他都得罪不起。盘丝洞那一集，孙悟空把那个土地神叫出来，土地神吓坏了。孙悟空也有背景对吧？这是取经团队的主要成员，归这个观音菩萨管，跟如来也搭上话，直接向如来汇报。玉帝那儿也可以直接去汇报，也就是孙悟空他是通着天的。那些妖怪后面都有背景更深，所以这些土地神山神两边的得罪不起中铁那是央企经济参考报归国务院管。我来谈一谈我对这事看法。首先这个高铁可以说它这个施工要求非常高，因为高铁一旦出事那都是大事故这个经济参考报的记者调查记者去调查，十有八九他是接到了内部人的举报，内部人提供线索，对吧？新华社的记者他才就有的放矢这个经济参考报记者这个王文志他敢于去接这个中铁七局的，对吧？央企的这个盖子，我觉得还是值得钦佩。事实也证明这很危险对吧？弄得不好挨揍挨揍是表面现象，对吧？我们能看到的都是表面，就像西游记一样的，孙悟空跟妖怪打斗那都是表面，经常孙悟空也得挨揍也会身陷囹圄这个也充分说明在中国当调查记者还是很危险的。你想他背后是国务院，对吧？他出去依然挨揍，那你说你要是没有这么大的背景后台，你要是普通媒体的记者，那把你抓起来关几天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这个记者的这种履职这种行为还是值得称赞的，对吧？他敢于去接这个黑幕，敢于去这个硬碰硬。第二个呢，对吧？咱们对央企有个认识，他在被别人调查，对吧？被别人揭露的同时他不是真心的去整改，而是采取习惯性的就是习惯思维惯性做法，总想去捂盖子，对吧？防止你这些记者来调查，防止你们讨论，防止你们监督，所以他加强现场管理，不让你们监督，不让你们来调查。这个也像极了地方政府的这个习惯性做法，对吧？一旦出了什么事情，马上就开始要捂盖子，要冷处理，把这事情糊弄过去。所以说中铁七局的做法，对吧？可以看作是当下官方的一个通行做法，对吧？对外态度很诚恳，坚决这个杜绝这种现象，坚决整改。实际上操作手法是捂嘴，对吧？捂眼睛，消声，所以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过几天没人关注。关于高铁施工我记得这个报道非常多。去年好像有个从山东是到青岛还到什么地方的一个高铁，对吧？内部人呢举报他那个桩基打得不合格，我有印象偷工减料，这事闹得也挺大。但是因为这个桩基都已经埋下去了，所以后面在调查的时候也不了了之。总之这个桩基是没有达到这个施工什么标准，但是已经达到了安全标准等等的也就糊弄过去了。关于高铁这种施工以次充好，达不到设计标准等等这些负面报道非常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就是这种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说来说去就是腐败，没有什么别的新鲜的花样的，对吧？归根结底是腐败那现在更为
为严重。为什么更为严重呢？因为现在内卷加剧，这个央企之间呢，它也要竞争，央企之间竞争，它那个每个标段，对吧？它这个报价呀，大家都互相往下压，这个报价压得非常低，低得出奇，低得出奇。但是作为这个铁路公司来说啊，那它当然越低越好啊。那施工单位呢，它就压价，恶性竞争嘛，一压价，但是它还要赚钱呢，它不仅要赚钱，它还要腐败啊，因为这个工程嘛，那就是唐僧肉啊，所以说啊。这么低的价格，他还要赚钱，而且还要腐败，还有灰色收入，所以他只能以次充好，他只能采取这个偷工减料。大家还记得吧？我记得咱们好像是哪个铁路公司啊，到国外匈牙利吧，还是我忘了啊，是哪个国家，欧洲吧，咱们去竞标，因为咱们报价最低，所以把咱们第一个删掉了，刷掉了。为什么？人家就认为你报这么低，你根本做不了啊！你报这么低，一个是扰乱市场。第二个，你肯定是以次充好，否则你在哪儿赚钱呢？所以人家因为我们报的最低，所以把你给刷掉了。好像是啊，大家去想想，我印象中有这个新闻。但是我们在国内这种现象是比比皆是啊，我们只图最便宜，明明知道这么便宜是不合理的，一定会有偷工减料。但是那不行。当然了，我们反过来说啊，就是你报价贵一点，它一样会偷工减料，还是要搞腐败啊，以次充好，对吧？归根结底还是没有监督啊，有权就任性了，要不行就上下一起同流合污，把监理，对吧？把这些都买通了，方方面面都有好处，大家其乐融融，对吧？这不就是一个常态吗？自己监督自己，这还是有缺陷。那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呢，对吧？然后大家互相压价，价格压得更低，那你以次充好，偷工减料，那肯定就是更加严重啊。第四一个啊，就说到我们这个记者的生存状况，调查记者本身就少，严格意义上的调查记者恐怕已经没有了，对吧？就是王文志啊，那他这个调查啊，虽然调查了很多大案，但那也是在经济参考报领导之下，对吧？他上面还好多婆婆管着他，就这样的调查记者也很少了。像大熊猫一样的属珍稀动物，对吧？民间的那些调查的，那早就已经歇菜了，你没有资格监督。不光是政府不让你监督啊，那当地老百姓也不让你监督。大家还记得吧？3年前那个郑州发大水，对吧？有媒体啊跑到郑州去采访，你看当地的这个居民自发的上去阻止，对吧？你有什么权利拍啊？你有什么权利采访报道？这一次，对吧？这个体育场那个惨案，我看有媒体记者去采访报道，也有当地人啊，看上去不像是政府工作人员，像是居民，居然自发的上去阻止，不准拍，不准报道，你有什么权利在这拍？也就是说啊，居然有人他反对监督，他明明知道啊，监督是维护他的权利，保障他的权利，他反而阻止，你说这是什么心态？这个不能用家丑不可外扬啊，这个先来解释。这个自发的站出来维护，对吧？不准这些什么敌对势力，不准你们这些媒体这记者来采访，这个实际上就十足的奴性了。他对工程质量，他对同胞的生命根本就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面子，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面子啊。说来说去啊，这都跟家头有关系啊，这个家头粉都是这种操性。他们对同胞的生命根本不在乎啊，什么哈马斯还绑了5个人啊，杀了几个中国人，那都小事啊，你不能说哈马斯不好，对吧？你说哈马斯不好的都是造谣，都是谣言，对吧？但这些记者来探知来调查，对吧？这事情的真相或者是事情发生的原因，对吧？惨案为什么会形成？咱们从中能得到什么经验教训？怎么样汲取，对吧？怎么样防范？居然有人因为你要深入报道，你就会触及到他们所拥护的那个集体的颜面，这个才叫悲哀啊！这个记者王文志，对吧？他还有官方背景，他还有这么大的光环，这么大的头衔，在中国采访，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你说那些所谓的敌对势力，还有一些自媒体，还有一些自由的那些媒体人，也只能说相对自由啊，那媒体人，那他们所处的危险，所处的环境，不比王文志恶劣的多啊！不要说这个项目部的人，也不要说中铁七局，对吧？这个现场管理人员，他们更是天经地义啊，义正言辞啊，就连群众都可以对这些调查记者叫人人得而诛之，这不是自发的吗？没有监督哪来的公平？没有监督哪来的透明啊？哪来的公开？截止到11月14号下午4点半，这个陪同或者跟王文志一起采访的叫陈子龙这个记者他向媒体发来事件最新进展，说他们目前已经徐州市定远县公安局三河集派出所出来恢复自由，但他们的采访车辆仍然被不明身份的人扣留。你看看这搞的这个安徽定远，搞的这个中铁七局这个项目部像是法外之地连这个经济参考报记者的
采访车都能扣啊，那你想一想，其他的人如果你要调查的话，你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就这个事情啊，我想看看胡锡进老师啊，他是怎么看待的？因为以往啊发生这种事情，胡锡进老师应该第一个冲上去，因为胡锡进老师他也当过记者啊，对吧？这个被打的是他的同行，但是这一次啊，胡锡进老师似乎缺席了啊，缺席的时间有点长，对吧？晚上他应该是第一时间发言。我记得这个央视记者在那个河北燕郊啊采访那个煤气爆炸，也是被那个现场报道的时候被粗暴打断了，然后推搡，那个胡锡进老师就第一时间出来声援。这次胡锡进老师啊缺席了快1天了啊，没说话。关键是就在10天前呢，胡锡进老师还为这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鼓于呼啊，他说老胡作为老媒体工作者，诚恳希望突发事件应对法这些规定得到完整贯彻执行。说出了事情的地方基层政府杜绝躲闪的做法，更不会刻意阻挠新闻媒体报道事实的真相。期待涉事地的政府会与媒体坦诚协作，共同做好事件的披露和公共舆论的引导。目前有地方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过于简单，但是有的时候媒体几乎无法参与，最后公众看到的是一个涉事地方官方的底白字简略通报，而那些通报提供的有限信息经常满足不了公众围绕事件的需求。最后啊，胡锡进说啊，看到定后的突然事件应对法，老胡作为一名老媒体人，不能不说是深受鼓舞的。这个什么法呀，到底有没有得到落实执行呢？对吧？胡锡进老师刚激动完，只是似乎又来了一耳光啊，胡锡进老师沉默了，胡锡进老师无语了。记者王文志的鲜血啊，洋溢在胡锡进的周围啊，使胡锡进啊监于呼吸视听，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所以最后啊，说来说去啊，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是这个经济下行啊，内卷加剧，导致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更加严重。第二个是目前咱们还缺乏这种监督，这种媒体的监督啊，这样的一个环境，不仅是啊这个官方，不仅是被监督的一方拒绝监督，就连群众啊，他也自发的维护，自发的抵制监督，也就是奴性。所有的监督那都是别有用心，都是敌对势力破坏，责任都是在美方，对吧？正因为有这样的环境，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这种排斥抵制，所以你就看不到什么监督。所以啊，这些央企或者这些地方政府这些单位就会有恃无恐啊。第三个就是归根结底啊，还是权力缺乏制约，就会任性，就会忘记初衷啊，背离初衷，自我监督似乎有缺陷的。所以我对这个什么6+4+2这种化债方案，它的效果很难乐观起来。央企都这么干，那你说这个钱发下去，它会流到哪里？跟韭菜有什么关系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